慢慢食，莫讲多哦。是吗？啊，逢餐嘅咖啡好好食。哦，我好愛。拜托你好冇？你都是踢球杯嚟嘅，你就掉本後背過路認識好冇？細姑肯夾到。咁地啦，我讀書都該強嘅。好啦，按你度條件去看住下，度該會是點先？太好咧，我成到條件頂。哦，น้องๆ夾來哦。哦，好攰就變咧，去看一下啦。係啊係啊，做得舒咧嘛？做得嘛？好，是點算咯？很讚哦！我擋唔掉咧。我論岩橋鋪滾飛。我負責打飛，個細姑你負責做熱菜，烤熱菜湯。哦，錯咧，我負責做按呢個點心，我本叫我鳥頭先。好啦，細姑，你切對我裝好哦。我問題唔是少，我冇裝好。好好笑。根本個甜食很好哦。係啊，呢一種甜食最適合同我輩食點心。啊？細姑，你有冇全部食甜咧？我老農農都喊忙死咧。太謝啦，因為太好吃咧，佢下冇注意思緒強強咧。唉，算你啦，你咪好出發咧。你條坑夾掉啦，冇讓船會到咧。我躲唔掉咧，很咬哦。唉，我冇力咧。我好累咧。太謝啦，都係我唔錯。我想到咧。你安用長錯。拜託你，下班冇安用咧。回到咧。你好啊，你好啊，大家好啊。你就係你啥？我係細姑，我係嗌嘅牌，好好流浪咯。哦，佢條龍沙樣板的。哦，佢條道士啊，喊唔來咧。我人到寶寶，我爸係村長，我還有凍到好世界哦。你條腳聽嘅女啦。正經啊，這食材還是冇你。你太好咧！嘿嘿。哦，總算是飽咧。有變有力咧，村長寶寶是幫你的。唔使客氣，你就識架掉。還好吃。識得超係貨，識得超係貨，前兩些還要凍到。細姑，你是慢的。愛讀書。細姑，
样办嘞？我就是唔想说。夹去嫌先生来。好，三姑，你有样办么？我就是都唔想说。嘿嘿，你这是一只好机会啊！嘿嘿，嘿，你有没有按用意呢？膝盖，哪膝盖？你让俺膝盖洗腿了？阿爸，哎呀，嘿嘿，娘爱甲离开。膝盖，我要喊得到的膝盖。阿爸，宝宝，你冇样办你好。阿爸做乜解会变到安样？思考阿里凉沙系唔拉解，不过细估计你。喊样干啥？膝盖。膝盖。晚安了，晚安。不你，晚安。不你。先生，莫想过娘爱解，其实是强做，是强夹。呀，冇事嘞。三姑，你好紧做到。哎，你喊爱你的天秀嘞。阿爸，等一下，细姑，你有用你的心力。三姑，你个人父母手。唔过你我冇法度，娘爱个。细姑，加油哦！嘿嘿，细姑根本唔免爱对手，晚安了啦。走开！嘿嘿，细姑用不给看，那系乜解啊？那系不给看。系最厉害嘅。嘿嘿嘿，嘿嘿嘿。日天来，晚安了。老公去返来啦！吓，惨嘞！返来啦！返来啦！快点嘞！哎呦！细姑，加油！我不爱，不爱。哎呦！夹死我！
食材新梦伊掉，救人爱的床儿，喊那新梦伊不给跟台词赛过。赛姑，你系太英雄。冇解啦。哎，赛姑，你是慢掉啦。记得溜掉盆披萨好冇？你老赛姑讲乜解啊？什么解赛姑好点点变暗勇敢嘛？哼哼，我老赛姑讲，系讲大王木酒，村民就会抢去填8毛钱钞币。原来系安样哦！